Hello，大家好。我叫 Din 啦，咁就好似 Johnny 頭先介紹咗啦。咁我係亞健社會員部嘅主任。咁今日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喺度見面。咁就我哋今日就講一下關於2026年嘅白卡政策有咩嘅改變啦、更新啦。咁我哋今日嗰個目標咧，就係想俾大家知道係嚟緊有咩個福利有改變啦，或者係有一啲即係有啲福利改變係有關移民身份嘅，或者係會有一啲影響，即係有啲改變會影響到大家。咁就希望經過呢個視頻咁樣可以令到大家清楚知道嗰啲改變有冇影響到自己。咁有一啲重要，有幾項重要嘅一啲係需要留意一下嘅。咁就先就講開，即係先就講翻啦，就係想提醒大家，即係喺呢段時間，直接到12月31號嘅今年個年尾啦。咁就無論身份，即係就無論嗰個身份個。誒，無論有咩移民身份都可以申請白卡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可以誒喺12月31號嘅2025年之前可以完成到申請。咁如果係批到落嚟嘅話咧，咁大家都有即係都可以享用到嗰個白卡噶啦。仲有另外一個咧，就係如果你而家現有緊白卡嘅即係現有白卡係有效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就請你哋留意，就係一定要保持你個白卡有效啦。咁點樣可以保持自己個白卡有效？就當然係需要去做年審啦。咁年審嚟講嘅話咧，就每年都要做一次嘅。咁都係啦。如果你而家係你個白卡係有效嘅話咧，無論你個身份個情況，只要你係保持住你個白卡，去做嗰個年審嘅話咧，咁你個白卡都會有效嘅，都唔會俾停，因為你個移民身份。咁打比如忘記咗做年審啦，或者係有其他個原因唔記得咗做個年審嘅話咧，咁點算？咁都唔需要擔心嘅。如果係有緊，即係已經申請咗白卡個人，但係唔記得咗去做年審嘅話咧，咁個白卡停咗之後，大家都會有90日可以去補救翻嘅。咁就希望大家可以利用呢90日嗰個時間咁樣可以去補救啦。咁最後一樣就係所有嗰啲改變咧，都唔係話俾晒，即係都唔係影響晒所有人嘅，係會有一啲群體係不受影響嘅。首先第一就係懷孕啦，誒懷孕者啦。咁第二咧就係小朋友係低於19歲嘅，都不受影響嘅。所有嗰啲嚟緊2026年個改變都不受影響嘅。咁同大家講解一下關於一啲即係所謂嘅符合標準移民身份同埋不符合標準移民身份嗰個分別啦。因為嚟緊2026年嘅話咧，就有好多個改變係關於改變嗰啲福利係關於有符合標準嘅移民身份同埋不符合標準嘅移民身份啦。咁就先同大家講解一下咩叫做符合標準嘅移民身份啦。咁就例如係好似美國公民啦，可以喺度出世或者係喺度入咗籍嘅，都係美國公民啦。或者係持有綠卡嘅人士啦，或者係喺呢三個嘅島嘅公民都係屬於係符合移民標準。都係符合標準嘅移民身份嘅，或者係難民啦，或者係政治庇護嘅人士，都係屬於符合標準嘅移民身份嘅。但係嗰個難民同埋政治庇護嗰個身份咧，可能會有少少改變。對於係符合標準移民身份，因為去到10月份嘅2026年嘅話咧，咁佢哋就可能就會列為不符合個標準移民身份啦。咁至於不符合個標準移民身份，咁當然就係唔係
唔係以上嘅唔係以上嘅移民身份啦，或者係都會包括一啲係合法居留個合法居留嘅人士嘅，例如係旅遊身份啦，或者係留學生啦，咁關於樣嘢，我陣間咧都會再同大家講解清楚少少嘅。咁至於符合標準嘅移民身份同埋不符合標準嘅移民身份咧，都係可以隨時咁樣有調整嘅。咁大家就留意一下。咁呢個咧就係同大家講一講下嗰個申請白卡嗰個資格，誒根據翻個移民身份啦。咁大家可以睇到喺呢邊就係一個，即係喺呢邊就係所有嗰啲移民，亦都唔係所有嘅，但係我哋通常見到嘅一啲移民身份啦。咁呢邊咧就同大家講解一下，誒呢啲個移民身份係屬於符合標準嘅移民身份啦，或者係唔屬於標準嘅移民身份。咁至於去到1月份嘅2026年，咁對於申請白卡有咩影響啦？咁或者同埋係對去到7月份嘅下一年2026年，係對於牙科個福利有咩分別啦？咁我就大概講解一下。誒、對於依個部分嘅移民身份，咁佢哋係屬於係符合標準嘅移民身份嚟嘅。例如好似有綠卡啦，我哋見到有綠卡已住夠5年啦，或者係美國公民啦、政治庇護啦。咁去到1月1號2026年嗰陣時咧，咁佢哋係仍然係可以申請白卡嘅，係不受影響嘅，佢哋仍然可以申請白卡啦。咁去到七月嗰陣時，對於牙科個福利亦都冇影響嘅，所以關於係符合標準嘅移民身份都唔會受任何個影響嘅。嚟緊嘅所有嗰個白卡嗰個改變嘅政策都唔會受任何影響嘅。咁就去到呢個同大家講一講，就頭先我都有提過啦。懷孕或者係小朋友懷孕或者係青少年低過19歲啦，都唔會受影響嘅。你可以睇到咧，佢哋係如果係無證嘅移民青少年19歲以下或者係懷孕，佢哋唔屬於係符合標準嘅移民身份，但係佢哋係不受影響嘅，所以佢哋去到1月嘅2026年仍然係可以申請白卡啦，同埋佢哋嗰個牙科福利都冇改變嘅。咁至於下邊呢個就係我哋見到呢度咧，就係有一個都係有綠卡，但係未住夠5年，咁同上邊呢個綠卡住夠5年係有少少分別嘅。呢個綠卡未住夠5年，咁佢係唔屬於係嗰個即係佢係屬於唔符合標準嘅移民身份嚟嘅，但係佢哋去1月份嗰陣時咧，仍然係可以申請到白卡。但係去到7月嗰陣時咧，佢哋嗰個牙科福利咧就會有少少改變啦，因為由於佢哋係不符合嘅標準移民身份。咁大家可以睇下依個表格，咁樣就大致上都知道邊種移民身份係有影響啦，同埋影響喺邊一方面咯。OK，至於呢個咧，就同大家講一講下，呢度就係個白卡個政策個改變，由1月份嘅2026年去到10月份嘅2028年，但係今日個講座嚟講嘅話咧，咁我哋都係淨係講翻關於2026年個改變啦。咁首先第一個改變就係1月份嘅2026年，我哋會有資產限制啦。申請白卡嗰陣時係會有翻個資產限制。跟住第二嘅話咧，就係會有一啲新申請嘅凍結嘅。咁至於乜嘢係有資產限制同埋新申請個凍結，我稍後會同大家再講解清楚啲噶啦。跟住關於7月份嘅話咧，就會有牙科嗰個福利個改變啦。至於去到10月份嘅話咧，咁就聯邦移民個身份咧，就對於申請白卡都會有一啲限制嘅。咁我稍後會同大家講清楚啲。
咁首先我哋先講個資產限制啦，都係1月1號嘅2026年就開始生效噶啦。咁會有影響嘅人士咧，就係都係65歲以上啦，或者失明或者係有殘障嘅。咁以實咁所謂嘅改變咧，就係有影響，即係以上有影響嘅人士嘅話咧，都要符合到個資產限制先可以申請到個全面個白卡啦。咁資產個限制咧就係一個人13萬啦，咁夫婦就係19.5萬啦，咁每增加一個人咧就係大概會增加6.5萬嘅嗰個資產啦。咁資產入邊咧就會包括資產入邊咧就會包括銀行個存款啦，誒自己自住嘅屋或者係第一架即係自己揸緊嗰架車咧係唔計嘅，但係其他嗰啲資產咧都會計，即係都會計入去個資產嗰度嘅。咁如果嗰個資產加埋係低於13萬嘅話咧，都係可以繼續申請白卡嘅。但係如果係高過即係如果係一個人嚟講嘅話，高過13萬咧，就當然係已經唔再符合申請白卡啦。但係所謂資產個限制咧，記住淨係會影響到65歲以上啦，或者係傷殘啦，或者係失明人士嘅啫。65歲以下嗰啲係不受影響嘅。咁仲有一樣嘢要注意就係，如果係受影響個人士資產嗰方面係低於低於個資產限制，但係個收入又高過嗰個白卡嗰個規矩嘅話咧，都仍然可以申請白卡嘅，只不過係可能就申請唔到一個全面個白卡，就會有即係申請到白卡嗰陣時咧，就可能會有一個分擔費個白卡咯。咁我呢度咧就有幾個情況啦，咁就想即係解釋一下俾大家知道嗰個即係有咩分別啦。咁A 先生係單身嘅，70歲，咁而家咧係已經係有緊白卡噶啦。咁每個月個退休金就係1,200蚊啦，咁個存款咧就係1萬蚊。咁就而家係做緊個年審表即係而家係做緊嗰個年審收入調查，咁樣就想問下佢喺2026年，當佢做完嗰個白卡個年審搜查嗰陣時，仲會唔會符合到白卡呢？咁我哋就睇下，因為由於佢嗰個資產係低於13萬啦，單身嚟講嘅話低於13萬，同埋佢係同埋佢係65歲以上啦。咁所以咧，佢因為佢符合到嗰兩個條件，咁所以佢做完嗰個年審審查之後咧，佢仍然都會係符合到嗰個白卡嗰個資格嘅。另外一個情況就係同一誒類似咁樣嘅情況啦，都係單身人士70歲，而家係有效，即係而家係現有緊有效個白卡嘅，但退休金都係1,200蚊啦，但係佢個存款係14萬，咁因為由於14萬係已經高過咗13萬嗰個資產個限制，咁所以當佢提交完嗰個白卡個審查之後咧，有可能佢就唔再會符合到白卡噶啦，因為由於佢個資產係已經高過咗嗰個資產限制。跟住第三個情況咧，就係A 先生啦，單身啦，都係70歲嘅，但係佢係一個訪客，即係一個遊客嘅身份嚟嘅喎。雖然佢係冇收入，亦都冇儲蓄，咁佢可唔可以申請到白卡咧？咁因為由於佢係遊客啦。咁所以咧，佢係嗰個不符合移民身份嗰個人士啦。咁所以因為即使佢係冇收入或者係冇儲蓄，佢都係唔符合申請到白卡嘅。喺2026年1月份開始嗰陣時，佢都係唔可以申請到白卡嘅，即使佢係冇收入同埋冇儲蓄。咁第二樣改變咧，就係新登記個凍結啦，都係1月份開始嘅。咁會受影響嘅人士咧，就係第一就係無證人士啦。第二嘅就好似頭先我有提過，就係一啲係合法居留，但係好似係遊客啦，或者係學生簽證啦，或者係工作簽證嗰啲咧，都係屬於係不
不符合資格嘅移民身份。咁如果佢哋係從來都冇申請過白卡嚟講嘅話咧，咁佢1月份開始咧，佢就唔可以再申請啦。咁佢哋就唔可以再申請啦。但係如果佢喺1月份之前，即係喺12月31號嘅2025年之前係申請過有效嘅，佢哋係仍然可以保留住佢哋嗰個白卡嗰個福利嘅。咁個改變就係頭先都有講，都有啱啱講咗啦，就係唔可以再申請啦。咁但係留意一樣嘢就係，雖然佢哋係唔申請到一個全面個白卡，但係佢哋仍然係可以申請到一個係比較係緊急個白卡嘅。所謂緊急個白卡咧，就係限制於懷孕啦，或者係一啲係有生命危險嘅一啲緊急個情況，係真係要入院啊，類似嗰啲咁樣嘅嘢先係可以嘅。咁如果係喺阿拉米達縣住個居民嘅話咧，我哋係有另外阿拉米達縣係有另外一個計劃叫做 Helper，係可以去了解一下嘅。咁都係有兩個情況啦。咁第一個情況，一家四口都係冇身份嘅，爹哋媽咪啦，同埋兩個小朋友係18歲嘅。咁家庭個總收入係2,500蚊。咁個家庭因為由於而家係有緊個白卡，跟住就做緊個年審收入調查。咁去到2026年嘅1月，咁佢哋做完，佢哋提交完嗰個審查之後，仲會唔會繼續可以享用到白卡咧？個答案咧就係爹哋媽咪就唔可以再冇意思。個答案咧就係佢哋仍然係可以享用到白卡嘅，因為爹哋媽咪雖然係係無證人士，但係因為佢哋而家係有緊一個有效個白卡，所以佢哋如果係繼續咁樣去續翻佢哋嗰個白卡嘅話咧，咁佢哋一家四口都會符合到嗰個白卡個資格嘅。咁另外一個情況就係 B 先生啦，單身而家係工作個簽證，咁佢咧就知道佢個同事同佢嗰個身份一模一樣嘅，但係而家咧就係有緊一個有效個白卡，咁佢個收入都係同佢個同事一模一樣啦，咁佢就知道佢個同事有緊一個有效個白卡，咁佢都想申請啦，咁就想睇下佢可唔可以符合到申請咧？個答案就係佢係唔符合申請到白卡嘅，因為由於佢嗰個工作個簽證嗰個情況，咁所以佢係申請唔到嘅。但佢同時因為由於係喺一月嘅2026年之前已經申請咗，咁所以佢個同事係仍然係可以用。即係可以仲有嗰個有效嗰個白卡，但係佢就唔可以再申請啦，因為去到1月份嗰陣時就唔申請到啦，因為佢嗰個工作個簽證嗰個原因。誒、去到另外一個就係7月份有關牙科嗰個福利啦，咁會受影響嘅就係一啲不符合標準嘅移民身份啦。咁不符合標準嘅移民身份，頭先都有提過，就係即使你有綠卡，但係喺美國少過5年嘅，都係屬於不符合個標準移民身份嘅。同埋另外一個係 PUCA 嗰個身份啦，都會受影響嘅。咁係有咩影響咧？就係去到7月份嗰陣時，即使你而家係擁有緊一個有效個白卡，但係牙科嗰個福利係有少少改變嘅。你就唔可以擁有一個全面嗰個牙科個福利咯。咁你即使你有一個有效個白卡，你都淨係可以睇到一啲係緊急牙科個服務。咁關於緊急個牙科個服務係包括乜嘢咧？就係一啲係嚴重嘅牙痛啦，或者係備受感染啦，或者係需要剝牙嘅嗰啲就可以列為係緊急牙科個服務。除咗呢啲之外，除咗一啲緊急個牙科服務之外嘅話咧，受影響嘅人士咧都唔可以再擁有一個全面嘅牙科服務噶啦。咁樣咧，需要留意嘅就係有緊有效個白卡嘅話咧，雖然牙科嗰方面個福利係有少係有
係淨係可以用到一啲緊急個牙科服務，但係關於醫療個服務咧，仍然係冇改變嘅，仍然都係有一個全面嘅醫療個服務嘅，即係睇醫生啊，各方面係冇改變嘅。同埋呢度都係有一啲情況啦。施小姐係美國公民啦，咁佢而家係有緊一個有效個白卡，咁佢而家有蛀牙喎，咁就想睇下佢個白卡會唔會可以幫佢補到佢嗰個即係睇牙個費用咧？個答案係可以嘅，因為佢係美國公民個身份啦。咁同一個類似個情況啦。就施小姐係有綠卡個身份，但佢喺美國已經居住咗8年啦。咁同一個情況啦，都係牙痛，咁就想睇下白卡係可唔可以幫佢付嗰個費用。咁個答案仍然都係可以嘅，因為佢雖然係綠卡，但係因為由於佢已經喺美國住夠5年以上啦，咁所以白卡咧仍然都係會幫佢付。即係都係可以幫佢付嘅。但係第三個情況就係施小姐因為綠卡個身份啦，但係佢淨係喺美國住啱啱住咗3年，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嚟講嘅話咧，佢個蛀牙個情況嘅話咧，就白卡唔可以幫佢付嗰個費用啦，因為由於佢喺美國係住嗰個居住個時間係少過5年嘅。咁我哋需要留意一啲乜嘢咧？就係我哋留意一下郵件啦，或者係一啲短信啦。如果係我哋亞健社嘅病人嚟講嘅話咧，我哋都會有寄一啲短信嘅通知，提示一下大家，嗰個白卡就嚟到期啦。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就可以聯絡我哋會員部，我哋係可以協助嘅，或者係通知翻白卡中心嗰度啦，有任何嘅一啲新嘅改變，例如係搬咗屋啊、地址改變啊、聯絡電話啊，或者係任何一個改變嘅話，都係可以同白卡中心嗰度去通知翻啦。咁又都清楚知道或者係記得自己嗰個年審日期啦。例如係你每一年都係大概11月份嗰陣時收到白卡寄過嚟個年審表格，但係今年未有見到喎，咁我哋就最好就去白卡中心嗰度問一問，睇下你今年仲需唔需要做嗰個白卡個年審啦。咁或者係收到個白卡中心寄嚟嗰個年審表格，咁就最好就盡快咁樣填寫啦，或填寫同埋交翻去俾白卡中心嗰邊嘅。咁如果個白卡係俾停咗，但係你仍然係符合到個資格嘅話咧，就最好就喺3個月內，即係90日之內，喺你個白卡停咗之後嘅90日咁樣就去恢復翻啦。咁咧就以上我講嘅同大家講解過所有嘢咧，如果係大家仲有問題嘅話咧，都可以聯絡我哋會員部啦，或者係我哋個 Patient Navigator 嗰個部門，我哋都可以協助你啦，同埋解答下你個問題嘅。關於嚟緊嘅白卡嘅政策有改變啦，同埋如果係有需要我哋協助幫你填寫個年審表格嘅話，咁我哋都可以幫你都可以協助嗰樣嘢嘅。咁我哋個聯絡方式就係電話510-986-6880啦。咁我哋個營業時間就係周一至周五啦，9點到5點，地址就係800 Webster 街嘅。